大家好，我係 JJ， 今日想同大家講下中醫認為男士嘅早泄、不舉、唔夠硬係因為乜嘢原因引致。中醫認為男士嘅早泄、勃起功能障礙同硬度不足，主要由腎虛、肝氣鬱結、脾胃虛弱、心神失養及濕熱下注引起。呢啲問題同生活習慣、情緒壓力及體質有關，如過度勞累、飲食不節或焦慮等等，會影響氣血運行同五臟功能，導致性功能下降。咁我哋有咩先兆會知道自己係腎虛？常見先兆包括腰膝酸軟、疲倦乏力、性功能下降，如勃起困難或早泄、頭暈耳鳴、夜尿頻多或尿少、脫髮白髮、畏寒肢冷及失眠多夢。呢啲症狀多由過度勞累、壓力大或不良生活習慣引起。根據中醫理論，性能力同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腎嘅功能息息相關。如果五臟功能失調或者生活習慣唔好，性表現可能會大打折扣。如果你有以上症狀，或者已經出現性功能障礙，你就要嚟竹子中醫揾我 JJ 幫手啦。想了解更多男士性健康問題，記得 follow 我哋竹子中醫嘅IG、Fats、Facebook、YouTube 啦。